清水祖师。哇，够水哦！哎呀，好美这跟博哦！物馆的哈。系啊，敢若博物馆的你这间。他都要去迄间是寺庙，寺庙，啊，这间是寺庙，叫寺庙，这间唔就是清水祖师啊，这就是庙啊。系啊这，间庙吼，咱拢叫伊三峡清水祖师庙，但是恁知影正名叫做啥？啊，迄唔是正名，迄唔是，迄是偏名。你的庙的看板顶头有写。中福岩教。啊，对对对，台湾吼，那岩字在上后边吼，两种体系，嘿，唔是祖师公就是观音嘛。乌面祖师公白白白，讲若无人请就家己来，所以你看祖师公的面是乌的啦。乌面祖师公白白白，若无人请就家己来。家己来是什么意思啊？代表祖师公吼神通广大，大家祖师庙吼，这个所在就是咱祖师公大的正殿，其实有一个上水的，来，咱举头看卖。哇，伊这三有先灵无？有啊，哦，伊个一只灵，安尼一个是吼七号，吃龙啦，啊伊做这个螺旋状吼，其实吼代表啥呢？有亲像恁兜拜拜用的香款，叫做香烟不断。香烟不断，中做圆的，下骹做四角的，这咱古早人的武朝的观念，叫做天圆地方。所以这个是三峡祖师庙上水的高。水的，我感觉这间庙不是讲这，我感觉这间庙拢起到足水的。拢足水的。这间庙吼有这款的这个气度吼出现吼，其实这个就是咱早期台湾有一个真出名的艺术家，叫做李梅洲先生。哎呀，光复初期吼，伊担任着咱三峡的镇长，啊百姓啊委托着。咱这镇长伯啊，出来主持这个祖师庙的重建，所以讲咱这间庙因为是一个艺术家出来主持，所以讲伊的境界，甲伊的做法吼，甲一般吼的寺庙无同款，用的材料吼较顶级。这间庙吼，民国36年动工，起到其他伊也得起，啊，搁1/3伊也得起。所以我还没出席就起较紧啊。你嘛还没出席啊？对，因为还没出席就起较紧啊，都起较紧嘛。哇，够厉害！我讲伊大位拢起较足水。对啊，吼，啊，这是三峡祖师庙上出名的条啊，叫做白鸟条。百鸟柱，我这只鸟啊。对，但是你安怎算就算无100只，因为条啊不是算鸡的，条啊算对的，两鸡加起来才有100只。但是50只嘛歹算咧。好算啦，这吼有一个方法，我国民学校6年啊发算。哎呦，你若遮无聊。安怎话？伫我国民学校的6年啊时阵啊，祖师庙伫大清理，拄啊这栏杆拢甲贴凳上，你是甲顶关去咧？哈，我爬楼梯来，用迄个贴纸啊，1写到100，即马若看到遮落甲打，哇！2条啊打完，拄好100只。一般庙敢若喊你去鸟啊嘛？因为祖师庙的条啊在设计内底吼，100几支嘛。你若每一支拢刻0条吼，就无啥物特点。所以有的刻0条，有的刻回教，有的刻0条，有的刻回教。哦，较插杂啦。所以讲，即句话大家拢有送互祖师庙一个雅称啦，雅称，叫做东方艺术殿堂。无形之德。哎呀。古早的三峡人一句话讲吼，厝内若要兴，就看田；地方若要兴，就看寺庙。啊，迄毋是敢若咱遮，你看外国为什么教堂拢起甲特别水？啊，迄就是啥？地方国家的表现。哦，这真正厉害呢。水。怪咱看到这侪艺术家的作品，嘿，真正艺术熏陶到好棒，好舒服哦。嘿啊。纪念一下。好来，耶，1、2、3。